来，这几天天气真冷，有民众在困开这个电烧器，想袂到开2点钟后，电烧器怎导火烧起来，规间厝是安尼浓烟散雾。业者来提醒，买电烧器上好是买有国家检验标章的，这较有保障。 电暖炉烧到断做2节，电线看现现，内底嘛烧到臭火打氧气。民众想要开暖气烘起来，困到一半，发现电暖炉倒起来。开灯以后发现整个房间都是有点像浓雾的那种状态，那个暖炉已经在冒浓烟的，那感觉就是它已经在里面在闷烧。民众专门困，抛开使用5年的暖气设备，刚刚开2点钟，煞熊熊倒火咧烧。很害怕，我们现在都还是觉得惊魂未定，因为如果我那天没有醒来，没有闻到味道，就真的是人生直接登出。寒天0时时，想要抛开电暖气，互身躯烧热一下。冬天保暖风寒用会到的电器用品。 买时一定要加注意这个所在。要购买就要看这个国家检验标章，在这边，大部分的都有那个防倾倒装置，就是只要商品倒了，它就会自动断电。那都还有蛮多的其他的一些安全装置。爱买有国家认证产品，有过热保护功能，更有保障。若是无好好使用，可以引起火灾。时间许可的情况下。 可以把家里面先断电，也可以有效的把火灾的那个状况把它压制下来。一律的话，还是以避难逃生为优先。电暖气爱安全使用，较安全，大声爱维持厝内通风，避免欠酸素引起身体无爽快。再来是电暖气附近，避免放太大物件，因为这种电器真值电。 爱给你使用，到底要操作，若无就可以压死袂过电。有阵时嘛会离咱人2-3公尺远，定期变动影响，才当安心过冬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